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这个病院又过来发生着暴力的事件。台北市一个男子啉酒醉，讲要去病院看确诊的老母，这个护理师甲拒绝，结果这个男子是见笑转生气，唔拿甲护理师离遐扭勒，搁为裤底举一支枪，甲护理师威胁恐吓。这个护理师叫小好无咧惊，甲回讲。 即摆毋是探病时间，而且确诊者嘛袂当甲家属来接触。这个男子看讲这穿牙出来，人嘛无咧惊，这片猛咧挖头来离开。病院马上通知警方，警方嘛抓着人咯。原来这个枪是出头枪，妨用妨害自由甲违反医疗法，移送法办。 查甫人从日去急诊室证书，真激动，甲护理师有咧，甚至对咱地下甲枪举出来，威胁护理师，互伊去看确诊的妈妈。举枪恐吓画面现光，医方嘛伫第一时间报警。看敢是去了后，患这位查甫人入来急诊室进前，行路都袂知。原来是伊啉酒去病院要求要看妈妈，互拒绝了后，伊就甲枪举出来威胁护理师，互拒绝2摆了后，才离开病院。持玩具手枪恐吓。 并动手拉扯，前案依妨碍自由、违反医疗法等罪嫌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顺线抓到举枪的查甫人，伊讲当时家己拄下班，因为啉酒情绪真激动，想要看妈妈，煞互拒绝，才见笑转生气，摕假枪来恐吓。警找到伊犯案用的枪，专案依法移送。医方虽然无愿意出面回应，表示全部拢交予警方处理，会依法提告。 而且嘛要提醒民众，探视时间拢有真清楚写伫官网，千万唔通违规，嘛要严正谴责暴力行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